是在地新闻来去西老街，森林倒落的太平老街是当地上早开发的区域。1906年开始起厝，人开始搬入去住，开真侪小店头。经过100年的岁月，虽然已经无过去的繁华，但是有袂少在地人甲当年巴洛克的建筑保留落来，互这条太平老街真有古味。 徛伫车来来去去的街路，真容易被两边边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吸引去。每一间厝顶头拢有花丽雕花，有的还佫会刻厝主的姓。这是森林倒落的太平老街的几排商店，可见当年真热闹。有钱人非常多，所以呢，几乎我们的银楼，全斗六市的银楼的话，99%都是在这里。 1906年的时，第一间厝对这开始起，刷来卖衫、卖食、卖米被，开始一间一间的开。这个都没有靠机器啊，都是手工。啥人米被最后收尾爱用尖线，一尖一尖的填起来，这已经代代相传第4代啊。因为爸爸做这个口碑做得也是很口碑。做米被已经经营76档，这条老街还佫有这间的碗粿真出名。这香火真浓的土地公庙是上重要的信仰中心。一般外口的土地公吼，因伫个帽仔是叫做员外帽，但是咱太平老街吼伫个土地公的帽仔叫做宰相帽。这是一个传说故事，当地人讲清朝是嘉庆君游台湾，伫遮拄着土匪，土地公显灵救嘉庆君，因此嘉庆君就赐土地公一顶宰相帽。老街无一定啥物，拢总爱古早型的。 这间店店呢，在老街内面就真显目。看到老街上的巴洛克式建筑，其实它是很漂亮的。少年人的创意为老街注入活力，在太平老街看会到年代，听会到故事，佮加上在地人深刻感情，让老街这画风格继续累积。